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講咧組合嘅第二講。咁由第二講開始咧，我哋就會同大家睇組合嘅應用，亦都會去同大家睇一睇咧唔同嘅例題嘅。咁喺睇例題之前咧，我哋再提翻，我哋其實最重要咧有三樣嘢要記得。n factorial 就係 n 咁多個物件，佢哋自己嘅排列數目。講得排列，即係次序係有影響嘅。NPR 咧就係由 n 咁多個喺上面度抽下面咁多個 r 咁多個出嚟啊，由 n 個裏面抽 r 個出嚟，佢哋嘅排列數目，咁係次序有影響嘅。NCR 咧就係都係由 n 個抽 r 個，不過係組合嘅數目，即是次序係冇影響嘅。咁我哋睇一睇15.13。咁某一間銀行裏面咧有6種唔同嘅信用卡可以俾客戶去申請喎。咁志強咧想申請其中3張信用卡，咁可能嘅組合數目係幾多啊？咁首先題目佢講咗係組合，咁所以咧都知道一定係 NCR 噶啦。第二，而家只係喺6種裏面揀3種去申請，我申請邊一張先後係冇影響我哋嘅數目嘅，咁所以咧兩種情況都話俾我哋聽，其實我哋應該用 NCR。而家有幾多種俾你選擇啊？6種，揀幾多種啊？3種，所以6C3就係我哋嘅答案啦。咁撳計數機20。好，呢個例題15.14。咁咧喺中午嘅甲班裏面有30個學生，現在老師想抽4個出嚟，咦？30個抽4個咯喎，去組成一個幹事會。A part 問選出可以有幾多種唔同嘅方法選出幹事會嘅成員方法啦。咁首先我哋要判斷到底需唔需要跟次序先。而家係只係組成一個幹事會，喺幹事會裏面佢有冇講話唔同嘅職位、唔同嘅崗位咧？冇，一班人啫，係當一個小組咁樣，所以次序唔影響。因此我哋用 C 嘅。而家30個裏面抽4個，所以咧係30C4 27405。好啦，咁 B part 咧就話，今次呢個幹事會係有唔同嘅職位嘅，主席、副主席、秘書、司庫各1名。咁而家30個學生可以組成幾多種唔同嘅幹事會咧？咁各位同學留意啦，頭先咧我哋如果抽到4位學生，例如係 A、B、C、D， 咁我哋次序係唔影響。現在我哋抽4位學生 A、B、C、D 咧，次序有影響咯喎，因為如果係 A、B、C、D， 即係咧 A 做主席、B 做副主席、C 做秘書、D 做司庫。但係如果 A、B、C、D 改少少次序，叫做 B、A、C-D 咧，咁就將主席同埋副主席嘅位咧調轉咗，屬於2種唔同嘅幹事會。所以因此喺 B part 裏面咧，次序係有影響，我哋屬於排列嘅，因此我哋會用 P 啦。所以咧，我哋係30P4，同樣係30個抽4個，但係剛才 A part 次序唔影響，而家 B part 次序係有影響，因為4個幹事有唔同嘅職位，咁所以要考慮埋個次序啦。